咁我明點解叫靈性擾動，因為好多人進入身心靈咧，其實都係有個痛苦開始啦，無論係生活啊、工作啊、關係，咁然後可能一啲同靈性有關嘅工具又或者學習，令佢得到一啲撫慰，或者好似有個出路嘅感覺。咁但係行下咧，咁其實好似頭先 Michelle 咁講，始終我哋要面對我哋陰影嘅部分。咁但係如果好痛㗎嘛，其實面對自己一啲痛苦嘅事，咁就都係返去兩個感覺撫慰，攞更多嘅安慰，咁就可能就咁樣叫做行咗一個支路，咁但係就睇唔到或者唔願意去返去一個，其實如果真係要擁抱返自己陰影，其實真係要轉向去面對嗰啲陰暗面或者嗰啲掃咗落地氈底嘅東西。咁冇咁樣做嘅時候，可能好似 Michelle 咁講，生命會展示於你啲嘢重複發生，咁但係又唔想返去喎，咁就搬啲金句出嚟啦，咁就等安排啦咁樣，咁就其實要好有覺知同埋好大嘅誠實同埋勇氣，話自己靈性擾動，又返轉頭再去返認認真真咁去做功課，其實。